啦？你以为我睡着了？哎，你们两个谁买的？拿着。老板，这块表少说可以买你们10家店，够买单了吧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没钱买单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嘛呢？哪兒呢？樂不思蜀啊？什麼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怎麼那麼有才呢？啊，一自駕遊怎麼整得跟《西遊記》似的呀？啊！等着啊，大師兄馬上過來救你。你知道我到了那家飯店以後，看到他2口子在幹什麼嗎？幹什麼呀？他在給老闆刷碗。什麼？刷碗？你刷過沒有？誰會刷碗？我也沒有刷過。機長，你好樣的，你每次都走在時代的前列。哎呦，行了，行，別沒完沒了的，差不多得了。看來啊，這旅遊有風險，自駕需謹慎吶。讓你去自駕遊，沒讓你去開荒，好嗎？哎，你沒事往那深山老林裡邊跑什麼呀？有油嗎？有信號嗎？能刷卡嗎？長點心吧，大哥。哎，不管怎麼說啊，顧少這次出行計劃是徹底失敗了吧？哎，不能叫失敗，只能算一次失誤。呦。不過我還真沒想到，顧大少爺第一次動心思啊，竟然是自己的老婆。對自己的老婆動心怎麼了？這越拿不下的，我越有興趣。我跟你們說啊，我要放大招了，大招。少夫人，怎麼了，露露？少爺讓你去趟花園。他有什麼事嗎？這個我也不知道。少爺在花園等着你呢，要不你過去一趟？好。